送人员咱三个来祈祷啦。今天来台湾的上帝，我感谢你。我哋主日的时，教你点点的敬拜和礼，就要通过诗歌，我来学祷，通过祈祷，我来恳求，就要求你找你的信息，请所在，就要讲的、听的，拢平平的，让得到你的。台湾中间了有欠安的，祈求你保守看顾。个人主祈求你看顾我这个会，我感谢你，快速到名。阿门。现即咱准备心吼，咱老手机啊，请人甲关静音，还是甲关机吼。咱准备心，等5分钟以后，咱要开始咱的礼拜。
就伫上帝圣所俄罗伊，就伫伊权能的强创俄罗伊，就因为伊大权能的行罪俄罗伊，照伊美妙的权大俄罗伊，就分扫角俄罗伊，就弹琴弹瑟俄罗伊，拍鼓跳舞俄罗伊，用丝弦的乐器甲分箫俄罗伊，用声大的喇叭俄罗伊，用音悬的喇叭俄罗伊，凡也有喘气的，就拢着俄罗摇花，恁着俄罗摇花。咱过来请敬拜团带咱来俄罗。好，感谢主啊！在待降节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主面前，放下重担、劳苦、叹息，转眼仰望耶稣，把我们的苦难不能胜过的事都交给他，因为他已经得胜。生命的答案就在那位超越时空的救主。如果方便，我们邀请大家一同站立，同心来敬拜。愿神也借着敬拜来对我们说话。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感谢主，我们从头再唱一次。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
谢谢主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洪水泛滥时，请相信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继续来敬拜，以祷告而行，来唱这首《耶稣永远掌权》。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感谢主，从头再唱一次。当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想找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
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乃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伊本长彼拉多任内受苦，并是被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交托经文。经文伫古圣诗37篇。经文，无你看路。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牛。试看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伫饲伊。恁什么人会用看路，互性命较长一刻久？试想山林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极行午的时，打山林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歇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你看路，阮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独独在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谢谢。一日的艰苦，一日的教业。请来三骨来祈祷。主天来陪阮的上帝，阮搁伫你的主日的时到伫你的殿院。主啊，阮实在是未配得，但是你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互阮会当甲你过好。主啊，阮伫遮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你的圣神为雷伫即个所在运行伫即个所在。主啊，祈求你，互阮会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做阮的准绳。主啊，阮也有伫遮，阮也为着阮的姊妹、阮的兄弟有拄着艰苦、拄着病痛、拄着心神软者的，祈求你保守，祈求你看顾，祈求你医治。阮特别为着譬如，祈求你看顾伊。你早前怎样医治？你伫现今也会伸出。你大能的手骨来医治伊，互伊的目睭会当紧紧来好。阮也为着叶美香姊妹伊的骹头有要手术，祈求你保守看顾伊，互伊无惊吓，互伊知你甲伊伫地迄个平安甲喜乐，会当早一日来归往伫你。万愿的主，阮中间也有其他的，祈求你看顾保守。主啊，阮也伫遮，祈求你，互阮常常用你的话做阮的准绳。放伫阮的心内，互阮常常来思想。主啊，阮知，阮安尼，你的祝福特别临到阮的顶面。阮搁一摆祈求你，通过蔡长老的嘴来讲出你奥妙的真理，互你的真理会当常常刻条伫阮每一个心内。阮感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搁来要请诗班来学老去报用。
咱过来要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即咱三甲来念啦吼，咱做伙来念。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挖靠伊对神来入伫现今所大的恩典。我仰望上帝阳光来欢欢喜喜，毋若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仰望，也仰望无抵到见效。因为上帝听对所想事咱的圣神来管压咱的心，因为咱腰骨软弱的时，基督到其体有做人死。咱过来要请蔡长来正道，伫苦难中的感恩。平安，平安。请你甲做片个讲平安，用咱的心，用祝福的心平安。请咱三个来祈祷，望来主，阮是感谢你，互阮伫即个天气真好，落几啊日雨的中间，你出日头来照光阮的心。还知像阮主，你是遮尔幸福、遮尔水的代志。阮即阵特别要为着阮的查某囝爬入伫你面前祈祷。主讲求知伊的目睭无真好势，爱做手术。阮相信主你大权能圣手会听阮的祈祷，或者手术非常非常成功，互伊目睭完全得到康复。主，恳求你听阮伫你面前逼在祈祷，阮逐时逐刻、随时随刻为着爬入来祈祷。主，恳求你听，伊伫你面前尽心侍奉你。主，恳求你纪念班长看顾，也透过你每相节的手术，这就是骹头尾手术，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主，恳求你也班长心灵创伤的上帝，你班长因，我可因。互主你的话刺插伫因每一个人的心，伫苦难中因悠远的感恩，伫苦难中因悠远感谢上帝你的大作为，因为主你要做阮的王，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有些人兄弟，你敢知11月24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你敢知？什么日子？11月24是阮某的生日，我甲恁讲几啊遍啊。根本就是11月第4礼拜，今日是11月27，所以总是阮某差不多九分之迄礼拜咧做礼拜。感谢主，凡事感恩。当然，今日看到八日来，我心嘛是毋甘。啊，人阮撇主座讲伊一点仔毋甘，我是足毋甘的。啊，其实伊骗我搁较毋甘。总是阮想上帝会伫咱面前行新约，行基督，行带领。伊会祝福伊为着伊尽心的奴仆女婢，伫面前所做一切事工。苦难中的感恩，咱伫苦难中的时阵嘛是应该爱感恩。咱看到迄个有耶花号，102个清教徒，当然内面无全部清教徒啦吼，嘛有寡迄个站杂也是讲要去遐谋生的，也是伫要逃离英国的。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咱常常即个个足趣味的，基督徒家己咧迫害基督徒，互因爱到另外一个所在去啊，来找因新的敬拜的所在。102个有耶花号，颠破裂法对。做过英伦海峡，迄是足危险的所在。因去到普利摩斯下苗，伫遐定居，当着冬天呢。11月是冬天呢。听讲日本咧落雪，当着冬天的所在，因102个死啊，剩53个。好佳在印第安人有甲因斗相共，虽然拢完全无熟悉，伫遐用因的疼甲因三个做伙用爱。彼此在那里相交，所以5月8号，这53个人就在那边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生存下来，就跟印第安人举办一个感恩的茶会。他们到那边做了第一件事情，第一项代志，做什么事情？建立教堂。因为他们这边敬拜上帝是最重要的。
敬拜上帝是上重要，所以讲因伫遐开始起礼拜堂，然后因过当年的11月第4礼拜礼拜4，因举行感恩的礼拜，因邀请遐意大利人，邀请印第安人，三脚来伫遐，三脚做礼拜，三脚伫遐欢喜。其实你讲感恩节，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嘛是苦难节。703个，102个，死啊剩53个。感恩，其实有个人的爸母，有个人的后生查某囝，伫咧所在过身，总是伊嘛感恩，因将一切事感恩，感谢上帝，啊感恩遐印第安人，无熟悉的人，完全来斗相共，这才是真正的疼。疼毋是伫熟悉的人中间，你疼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你的亲情朋友。疼是迄个完全无熟悉的人，你伫遐，迄做你会疼，迄嘛真正会疼。所以伫遐咱的时阵，咱拢讲会食火鸡，美国总统个特色火鸡，迄其实实际上最主要是安怎？咱所有的这苦难要直接煞，上帝要互咱一个新的发展。你以前为什么没有苦难？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有人跟我讲说，我本来还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信你们基督教以后，还苦难一直接连不断？你们经常听这句话嘛，对不对？然后我看到诗篇里面，如果诗篇里面很多诗篇里面前半节里面经常讲，上帝啊，那些恶人啊，怎么你都不处啊？他们啊，那些恶人穷行啊，愈歹人哦，啊活了愈好。你还祝福他们的后代，阮这艺人，阮这战战兢兢，阮这每日行善的人，上帝啊，你怎么让我做生意也做得不太好，让我这个也不对，让我那个也不对？你们有没有经常听到这句话？有啊。可上帝在上面在笑一笑说：如果你没有信基督教，你不晓得会遭遇到更怎么样的。人生这么长，我们在活的世界，你觉得他生活得很好？从5月花号。他们100个人下来，剩下53个人，那里面有基督徒，那里面有不是基督徒，是那个犯罪有那些前科的。等到400年以后，他们去统计，很奇妙哎，这些清教徒，那些真正基督徒的后代，上帝祝福满满。可是那一些匪徒，那一些真的心存不良，那一些不良行为的后代，那很多人都在监狱里面度过。上帝不是不行公义，上帝会行公义，只是我们都太急躁了。我们每天都好急哦，我们好急，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他们怎么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知道我的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呐，不是降灾的意念呐。我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要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哎，上帝叫耶利米先生跟我们讲，我要叫你们有平安呢。只要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要叫你幕后有指望。上帝要叫我们有指望，真的吗？可是我们所看到都是什么？圣经真言也告诉我们，约伯告诉我们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火星飞腾。我最近比较看约伯书嘛，我一直要把约伯书去了解。我说这约伯到底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开宗明义先讲，约伯是个义人，在他手中没有行不好的事，是个义人呢，比我们都好，比我当然用我来讲，比我好几千倍、几万倍。一天之内，什么都没有了。他们3个朋友来劝解他的时候啊，辩论，到最后约伯也 complain 了。上帝啊，怎么那些人、那些恶人，你怎么在祝福他们啊？我又得罪了你什么？我自认我是个无罪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错，我都在行善，啊，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些灾难呢？我们经常会遭受这些灾难，为什么？就说你问上帝啊，上帝为什么？我是基督徒你不是我的依靠吗？当我们遇到苦难，一直追，一直觉得这么多的苦难，
可是上帝就在上面一直看说，我在这里嘞，我在这里嘞，啊，你一直在追，上帝啊，救我，救我！上帝说，我在这里耶，我在这里耶。然后我们有没有呼救上帝？没有呢。我们很努力，对，可是我们都靠我们自己的方法，想尽任何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放下心来祷告？没有，因为太忙了啦，这些事情都好多。好忙好忙，我们因为太忙了，我们忘了祷告上帝，所以我们用尽努力到快坠到地上的那一时刻，我们在想到说：“上帝啊，救我啊！”有没有？我们的经常说：“啊，鸟尾啊，母啊，救我！兄弟啊，救我！爸爸啊，救我！”我们都是在坠落地的前一刻才会在祷告上帝。我们为什么一边努力，我们不一边努力一边祷告上帝？我们省了好多事我们可能不会坠落到地上，我们可能在就停下来了，开始再恢复上去。我们耶稣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这是真的啊，耶稣也经常讲啊。谁没有患难？人生在世必遇患难。我们看到我们很心疼的姐妹遇到患难、遇到苦难，我们也很痛苦啊，我们也难过啊。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在身上行奇妙的事，会有很大的作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当我们一生这样过了，从婴儿出生到坟墓里面，你会遇到多少患难？等到我这个年纪，往回头一看，有的患难我们把它放大。有的感觉咱是甲放大呢，其实不是感觉安尼啦，但是咱会甲放大。放大到上帝啊，我受不了了，上帝我受不了。就像那些自杀的人，把他救回来以后，等几年去访问他们，说你会不会再自杀？99%的人讲，我头壳都不叫判刑，我要自杀。啊，为着迄个查甫的，我就去跳楼。这阵啊拍死我嘛，知影讲那个渣男不好听，我们讲到不能讲的比较不好的字眼。我会为了他而自杀，奇怪，我那时候怎么那么笨？你当初就是这么笨啊，你就这样自杀啊？那为什么我们经常一时冲动？人就是很冲动的啊！上帝啊，上帝不对啊！上帝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好？上帝就在那边讲说，我就在旁边等着你，可是你都不理我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遇到患难啊？为何我们会有苦难？我们经常问自己耶。我想在座的每个，包括我在内，我们都经常问上帝：上帝啊！我这么爱你呢，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灵修，我就祷告。可是我为什么会遇到苦难？我为什么会遇到苦难？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呢？上帝，你是安怎太我等得这济艰苦？可能上帝看一看说：你所看到的可能某某人，财富足多，他足多钱诶。你觉得他真的很快乐吗？现在不是有个吊车大王大家都很羡慕他。不但太太很多，然后又每天穿他啪里啪里，有没有？颜色都不一样。你觉得他很快乐吗？我经常在讲说，如果你要让他觉得不快乐，很简单，叫他去娶姨太太，他就会觉得很不快乐了。每天光处理他家里的事情，就处理得一塌糊涂。为何我们会有苦难？为何我们有苦难？苦难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我们看到。我们一直在讲先祖亚当的诅咒里面，亚当从上帝里面，我们得到罪。本来人好好的，就是先祖亚当让我们得到罪，罪以后人类就开始有苦难。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因为死罪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滋生那个罪的滋长。我们认为我们很聪明，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因为小聪明，经常在犯罪。第二个，罪恶造成马太福音第21章第4章的21到25节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人有罪念，有恶念，人有淫荡啦，人有嫉妒啦，人有犯罪的心，人有彼此争竞的心，人有害人的心，人有恶毒的心，人有种种的种类。耶稣说，人是恶极了呢。我们人都有罪。你说我没有？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有罪。我们有时候是我已经经常讲嘛，我们见不得人好嘛，对不对？眼红心就黑嘛。我们经常有罪。
我们经常在觉得说，我也是很努力，为什么我这个样子，他可以这个样子？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除了他以外，其他的人呢？我们经常比较是比较你所看到的那个好的，可是上帝说，我创造的人类是在地球已经70亿人了呢。你所看到的是那几千个人，那么少数的人，比尔盖茨啊，现在是那个什么辉达的那个黄仁勋，你所看到的是他，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三餐没办法维持的人一大堆？我想我们既然长老最清楚啊，恩友教会你就知道说你很幸福啊。你到恩友教会去做礼拜，你会觉得我好幸福哦。我跟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幸福。我们的罪怎么造成他人受益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有罪吗？他没有罪。可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痛苦不痛苦？他痛苦哎。他知道那个很痛，要上十字架之前还要受折磨，所以在客西马尼园，他一直祷告到整个汗水都出来了。神啊，神啊，父啊，父啊，能不能把这个杯离开我？神就希望他这个杯离开他。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哎。每个人来，我们各位说，上帝现在加苦难给你们好不好？你说我不好，不好是对的。你讲好的人那是骗人的，不要讲那虚假的话。我们基督都不怕苦难，啊，是不是？啊，你们叫阿门。真的吗？我们怕苦难呢，是你们不怕，我们怕。可是耶稣基督是知道苦难到的时候，他最后讲那句话：只是你的旨意得成，列基的讲叫列基啦。我们能不能做到？我们不是说上帝啊，你这个苦难远离我，而是说照你的旨意得成。我们经常遇到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魔鬼的试探跟上帝的试验。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试验，魔鬼给我们很多的试探。我为什么一直看约伯记？如果各位有空，再把约伯记重新再看一次，你就会到说上帝有他很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很多的苦难造成我们的苦难。所以这罪人中有没有恩典呢？保罗先生讲哦，罪人没有平安呐。你有罪的人，罪人没有平安。那你说那完蛋了，那我一辈子没有平安。罪人是没有平安的。保罗先生说什么？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平安的路我们未曾知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没有平安呢。那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来做礼拜？我们是罪人嘛。我上次不是讲过在凯歌堂，那周连芳牧师说我们都是罪人，指着那个讲公跟那个他的夫人说，你们两个也是罪人。谁不是罪人啊？不是罪人的人不会进到礼拜堂来啦。但相对的，保罗先生还有后面讲一段话，这段话是什么？然而今天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然后今天我们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们是罪人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因信而称义了。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称义了。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几节告诉我们，我们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上帝什么相合啊？我们跟上帝本来是隔绝，你跟你的爸爸本来是不相认的，你跟你的爸爸本来就是断绝父子关系呀。我们经常看到，其实法律上没有所谓的断绝父子关系哈。跟我们经常讲说，我已经不认你这个儿子，我不认你这个父亲。可是，在法院经常上演这种戏嘛。那个爸爸从小风流啊，就把抛弃家庭就出去快活过一辈子，等到晚年凄惨的时候回来找子女呢，说叫他要养他。这法院每天都在上演，很多。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有时候真的应该感谢你，最起码不是那么富有，可是每天你们夫妻还可以在一起，还可以维持一个家庭，还可以跟你的子女在一起。很多都是太太赚钱都不够先生去赌博。但相对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得进入这个恩典之中。因为我们信，所以进入恩典，我们有苦难呐。可是因为我们苦难，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人是没有平安呐。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人没有平安。但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对称义，称为义人，不是就是义人哦。我们可以称为义人，然后进入到神的
恩典之中，这是一步一步的，罪人罪除掉，变成我们因信，然后称义，称义以后，我们进入到耶稣的救赎，跟上帝相合，跟上帝相合以后，我们进入上帝的恩典之中，一步一步的，上帝一切都是照秩序来的，非常的美。所以更重要那一句话，便欢欢喜喜地盼望上帝的荣耀。最高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荣耀。我们做礼拜是为了荣耀神，做礼拜不是为了说谁圣歌队今天唱的特别好，谁讲道特别好，我觉得那很重要，我不否认那很重要。尤其对我个人来讲，我非常注重讲堂。我觉得我要传达神的话语，不是圣灵的启示，不是一再的让我的话能够传达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那个就是等于做礼拜说做个形式的，上帝不喜欢啊，上帝会跟你讲我不认识你。所以相对的，在苦难中我们要感恩啊。什么叫苦难中的感恩？我们在苦难中的罗马第5章第5节，我们一直讲在患难中，到最后是什么？患难不至于羞耻啦。啊，那个人哦，迄信上帝，迄信，你个迄就是安怎？迄个信搞了吼，背弃他的祖先啦，因祖公啊吼，无甲保庇，唔但你看信上帝了，常常碰到苦难啦。现在我们在都市比较不会伫庄脚常常会呢，伫庄脚当初如果你信教吼，拢常常庄头甲讲，你唔通信教吼，恁祖公都袂甲你保庇，会甲你救助。其实我就是，那等到久了以后才发现到，信教的人怎么好像过得都比较好？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这个我经常在讲哈。一个国家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基督徒的人数在增加。其实应该是基督徒的人数增加，这个国家就一直在发展。韩国就典型的例子。可是韩国基督徒发展到一定的瓶颈，变成好多异端出来，韩国现在经济就停滞下来。现在其实他们说，现在中国大陆一样，中国大陆地下教育开始发展，中国大陆经济有起飞哦，不要小看中国大陆经济是有起飞。那现在轮到哪里？他们说再来就轮到伊朗。伊朗现在地下基督徒越来越增加，所以伊朗突然会说：“那边发现石油啊，那边有一个天然气。”慢慢，整个国家会因为你的基督徒增加而得到发展。台湾很可惜，台湾基督徒并没有增加，所以台湾要基督徒增加，又加上我们的科技，台湾就会变成不成的海岛。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盼望不羞耻之后，圣灵，上帝会借着圣灵将主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头上。那个好美，灌落来咧，看到水啊，规桶水啊在泼落。今天你们都得到上帝的爱，就这样整个泼过去。多美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在泼的时候，我就赶快跑到下面去。我也希望我被淋到。相对上帝会借着爱，借着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所以上帝这样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都每天都在看赖嘛，对不对？现在除了我当年在咧看赖吧，我唔知。那我们中间没有用赖的人，麻烦你举手，让我认识一下子。有没有人没有用赖？有，我们吴继生只是没有用赖哦，怎么可能？你每天都还传早安图给我嘞？我们几乎赖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赖有一个特色，只要你一打开就是已读，搞不好你没有读到那个信件的。可是我们经常，上帝是这样子，每天都跟我们在传信息传给你，然后你再打开已读。可是你没有回应啊，因为你只是打开而已，你就做别的事情了，你根本不知道那里面那个人在跟你讲什么。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只有已读，我们基督徒要成为贡献者，那跟他贪你啦，不要已读，而是要去做，行比做更重要，不是只有赖里面的已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觉得保罗先生怎么好像头脑大哦？谁喜欢苦难？我不喜欢啊。可保罗先生告诉我们呢，我为了基督，但是前提是什么？是为基督啦，不是为我啦。
为基督的缘故，我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基督的缘故是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软弱的时候，基督会让我变得刚强。重点就在为基督啊，就是为了我啊！我很喜欢苦难，因为苦难会让我刚强。苦难怎么会让你刚强？苦难会让你更痛苦。但是为基督的缘故，苦难会让你变得更刚强。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有苦难。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今天是感恩节，每个人都有一个感恩的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个姐妹叫阿信嘛，阿信大概我们这一年代会点头的人，大概跟我年纪也没有差很多。你问那些年轻人，那些你们知道阿信吗？任君，你知道阿信吗？你怎么会知道？你看过吗？你的知道是阿信是很艰苦的，你整个剧看过吗？没有，我们那个时代都要拿板凳去看连续剧，而且他不一次演完，他演了好久哎。所以我妈妈都要拿着板凳去消防局那里，因为只有消防局有电视在那边看。啊，就你敢有看过？你才有看过？你的日记你看过？所以相对的，那里有欧阳菲唱了一首歌叫做《感恩的心》。阿信虽然纵然这个整个影片没留下那感恩的心，大家都现在都还在唱哎。我们现在大观就要把感恩的心，我们把它改成感谢我主，感恩的心，感谢我主。我们他唱得好高兴，这个感恩呐、你每天都要过感恩节呀、感恩是什么？感恩的长度就是要你感恩的心要持续不断的感恩。感恩不是今天上帝祝福我才感恩，上帝不祝福我就不感恩。其实各位有没有发觉到，在苦难中反而比较容易感恩？当你在顺境，当你的顺境当代是足顺利的时阵，你真都无啥咧感恩啊啦，都足顺利的就好啊。哦，买股票、赚股票、做生意，赚生意，我安尼凊彩目睭开讲无注意，讲经过迄个证券行，安尼凊彩甲买一张，讲我去中奖，有没有这种事？当然有啊，只是不是我而已啦。但相对的，你不会感恩呐，你就跟他讲我运气也好啦。可是相对在苦难之中，等那个苦难过了以后，你突然回首说：“哎呀，感谢上帝，让我经历这个苦难。”所以反而在苦难中会感恩呢，这是他感恩的长度。感恩关注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任何的地方都很宽广，任何的事情都要感恩。所以我们接着在看学说，招小偷也要感恩嘛。怎么招小偷也要感恩？我家就招过2次小偷，都是我们隔壁的，最后都抓到都是我们隔壁的，最后就算了。他们好厉害！我难得去北欧买了好多东西耶，尤其北欧我们那个有Swatch的那个手表，以前还蛮流行，现在已经不流，现在好像很普遍了。以前都去北欧，北欧是人家买劳力士的，买Swatch的，反正是不同的阶级吧，不同 level。北都买了很多东西回来，买了很多纪念品回来，想着送给会友啊，送给朋友，很厉害。反正我回来的那一天晚上就找小偷，因为回来一定最累的，半夜回来以后大家要睡觉，小偷就进来把我们全部都搬走。还不是我大哥就任，在斗六长老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很多人就说就任就会包红包，我们家的习惯是绝对不拿红包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红包一大包，我就拿回来放在我们的化妆台，准备要再还我们的会友。奇怪，他不晓得会闻还是怎么样，他还闻到，把我那些红包全部都拿走。我也不敢问人家包多少，最后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只有这样用盘胶侧击的问说：“哎呀，王大哥，谢谢你来参加，你个包啊大包啊，无啦无偌济啦，包3000块尔。”知道他3000块，有诶唔甲你讲的，我要安怎，无就买一个物件回去。所以，但是想一想看，还好。我们还可以让人家偷表示那个小偷比我还穷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反正要感恩，宽恕是每天要感恩那个高度啊。我们的感恩最重要是要感恩，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我们为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一切的美好而感恩呢。我不晓得姚弟兄最近的感受怎么样？听说现在房地产在可能还不到冰点但是最起码是寒流来了。
除了北四科以外，北四科听说的房地产，但是对我来讲都没有用的。反正对我来讲，反正永远我存的钱永远买不起房子就对了。但是有什么好紧张的？就像我刚才跟建伟讲说，你应该调来台北啊，最起码可以依赖妈妈。我都想没有房子住，我就搬到他家去住啊。我们要经常感恩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上帝。我们是要荣耀上帝而感恩呢，而不是感恩我们自己。我好强，我好厉害，上帝你看我成绩多棒，你看我都考100分，那又怎么样？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用在感恩上帝。所以我们要经常知道那个是，尤其我在这个礼拜的10月28号，就是最后我们这年度要结束。我会讲一个诗篇23篇。诗篇23，从小我妈妈每次我们要去上学，抱我们在怀里面，叫我们背一次诗篇23篇。所以我妈妈不在啊，我经常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开始念诗篇23篇，念到我眼泪流下来。尤其念到主耶稣基督带我。你遇到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遇灾害。你这辈子遇到多少死荫的幽谷啊？遇到多少患难啊？我们经常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呼天抢地，我们一直埋怨。可是上帝在讲说：“你这个算什么？会过啦，我会帮你啦。”可是我们就不相信啦。我们每天到晚就像那个门徒，一天跟着耶稣行神迹呢。他的耶稣是非常的厉害，非常伟大哎。可是他们要经过加利利海，碰到大风浪，只有耶稣在船尾睡觉。他们每个人好努力逃水啊，把风浪用好啊，然后之后忍不住了，跑去跟耶稣说：“耶稣啊，夫子啊，老师，赶快起来啦！你怎么还在睡觉？这船快倒了呢！”耶稣起来看一看，说：“你们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啊？”然后就平静风浪。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啊，不是只有我们，门徒也一样呢。门徒是24小时跟随耶稣呢。他看到耶稣的大能哎，结果他还是没信心的。耶稣在里面，他在船尾睡得好舒服，结果门徒好紧张啊，遇到大风浪啦，怎么办啊？你不要笑他啊，我们跟他都一模一样。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会觉得怕什么？反正我有耶稣，有吗？我保证你没有啊，我都没有啊。有时候我觉得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应该不会这个样子才对，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才对。那上帝在那边看说：“这个苦难会过，我会帮你的忙。”可是我们就不相信，耶稣在那边睡得好舒服，可是我们还是把他叫起来。耶稣说：“反正睡得很舒服，这个风浪等一下就过了。”可是我们还是在紧张嘛，所以我们要珍惜苦难，我们就得到平安。所以耶稣什么时候说：“你们有苦难，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什么时候讲的？各位有没有印象？耶稣什么时候讲说你们有苦难哦？耶稣没有讲说你们有平安哦，但耶稣是讲说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在耶稣里面就会有平安。什么时候讲的？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的。你看，耶稣要去受最大的苦难呢，竟然跟门徒讲说你们会有苦难，放心好了，在我里面会有平安。耶稣告诉我们，你最大的苦难都会过，只要在耶稣基督，前提哦，在耶稣基督就有平安。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困难中，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困难放大。有人做生意，那等遇到 COVID-19， 哎呦，上帝啊，你怎么会给我遇到 COVID-19？ 我根本没有订单，我也没有客户，上帝，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但是你忘记，你已经赚了10年了呢。你碰到2年的 COVID-19， 你叫了老半天，那10年赚的你都不算了，反正赚的放在我口袋，再来就是上帝你的。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会不会过？会过啊！不是你遇到 COVID-19， 是全世界都遇到 COVID-19。但相对的，我们遇到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知道他这个苦难会让门徒们自己紧张。
所以你看，我的老师都遇到这么定时价这么大的患难了，那我们怎么办？你们会有苦难，放心，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就会有平安。所以我们不要放大我们的困难。我经常讲，在苦难中蕴含着祝福，苦难中蕴含着恩典。在你的苦难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只要你依靠他，他会给你恩典。在你困难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给你恩典。阿门。我们有坚决的信心呐、我们有什么好怕？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到70几岁，我敢这样讲。其实我在40几岁的时候，我曾经也经常埋怨呢。当我把所有钱都花光了，然后呢，然后也没有一个人说你花得很好。到最后我才觉得感谢主，还有荣耀归于上帝，不是归于我。有的蔡总统好伟大啊，怎么样啊，建设这个教堂那荣耀归我。那上帝可能讲说荣耀归你了，那我就不必帮你了。荣耀归上帝呀、人没什么好伟大的。相对的，我们看到什么？当初在埃及，这些埃及人每天在做奴隶，在痛苦，就像我们这被世俗的罪所捆绑着。上帝要带他们出埃及，要让他们重新得到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结果他们一走到红海，哎呦，上帝呀、你看，红海的后面有追兵的啦，怎么办呢、我们经常来做这种事情呢。上帝等待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帝啊！你看，困难又来了，上帝都会为你预备。所以在红海的时候，摩西把红海分开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风暴，上帝要让我们去经历。有人生的风暴啊，上帝让我们经历人生的风暴啊。那经历这些人生的风暴里面，我们才可以净化自己，才可以提升自己。如果你一辈子一帆风顺，你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你一辈子都不必做任何工作，一辈子非常的富足，非常的饱足。你觉得你真的会过得很幸福吗？真的吗？我敢这样讲，因为我实在是认识太多非常有钱的人，我也认识太多的所谓的达官显要。我在这里讲堂很勇敢的讲，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我在这里勇敢的跟各位讲，如果有传出去的话，就有那些人来跟我对质。你是达官显要，你一辈子快快乐乐的，你赚了好多钱，当了好大的官位，你快快乐乐的没有？我敢讲没有，有的人来找我讲，本来就没有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难处哎，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哎，你觉得哪一家一定最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你不知道，你所看到都是光鲜亮丽的一面。他有多少难处，你知道不知道？记得吗？那个台北圣乐团来我们这边合唱，我就拿了这首歌，有没有？这首歌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好消息频道里面，它里面的歌词告诉我们：生命试炼有时难以承受啊，心灵月阴有时渐趋暗淡。各位想一下，有没有？有哎。我们有时候这些试炼我们难以承担，就像约伯是个义人，可是他的试炼他是难以承担。那魔鬼说他是个义人，那我要折磨他，我要把他的所有的都夺去。他说你可以试验他啦。结果约伯到最后也埋怨了啦。当然到最后神跟他2次的对话，他埋几次？36次哎。所以跟他2次的对话以后，他最后讲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见有你了。以前跟他听到上帝你的名，今晚我已经看过上帝你的作为啊。所以那个生命有时难以承担啊。所以每当此时，我们信心会不会软弱？会呀、那么天望可见声音。其实如果各位有空的话，拜托你们再去听一次这个歌词。那个歌词哦，那个对我讲，对我说：“孩子，我在此，我用心聆听。尤其那副天父，你
今在何处？你这应许永与我同在。天北你大地的位，你把英文感我同在。有时候你经常会讲啊，当你有手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讲到兄弟，上帝，你不是永远要跟我在一起吗？你到底在哪里啦？我们经常埋怨上帝嘛，上帝到底你在哪里？可是那句话对我说：“孩子，我在此。”上帝在心里面跟你讲，不要紧张啦。甲我讲细行我的家，上帝在这里呢，跟你在这里啦。等你遇到难过的时候，麻烦你把这句话记下来。当你觉得上帝啊，你不是答应跟我永远同在吗？他说有啊，上帝对我说啊，孩子，我在此。然后告诉你，我不但在此，我会赐给你什么？赐给你平安呐，赐给你最好的平安呢。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互相称平安的时候，我们祝福别人也祝福自己耶。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是，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们有平安。最后，大家都很熟，铁达尼号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看了再看，听了再听。那么我们看到那个铁达尼号的时候，如果当然电影我把它美化了哈，我也不是讲那个电影的那个我爱你的那个情节，但相对的，在铁达尼号，你看，一看，哎，救生艇不够，霍伯牧师就邀集，来，信主的人、得救的人，我们到船中间来集合，救生艇给别人用。乐队穿着燕尾礼服就出场了。他们出来做什么？他们这些活佛牧师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得到救赎了。他本来是应邀去布道啊，结果他说：“哎，这是我布道的一个场所，来信主的人，我们全部集合过来，救生艇给别人用啊。”这些乐队的指挥也穿着燕尾礼服走上来开始奏。与主更加亲近，所以我们有时候上礼经常唱这首歌，其实这首歌随时都可以唱。与主更加亲近，全部的人，全部有的坐在救生艇的人听到这首歌，最后他们去统计，得救的人几乎90%以上都受洗。他们所看到一群完全在苦难之中，反而是很喜乐的在感恩，与主更强亲近。主耶稣啊，谢谢你啊，让我们得救啊！求你照顾这些没有得救的人，知道你的救恩啊，照顾他们平安能够抵达。哎，没有做真田在苦难的人，替那些苦难的人在祷告，哎，替那些剥夺他们平安的人在祷告，哎，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感恩节的礼拜，我们要随时感恩，感恩我们有苦难，在苦难之中，我们只要依靠着主耶稣，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嘛，靠主耶稣，我们是罪人哦，罪人没有平安哦，但是依照着主耶稣。我们得以跟上帝相合，因为得以跟上帝相合，我们会得到上帝的恩典，然后得到神的荣耀。最后，我还是要告诉各位，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主永远跟你同在，只是你不要已读不回，你要回应主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很深切的知道，在苦难之中，只要我们靠主，我们一定得胜。求你照顾我们要手术的姐妹们，我们心身灵受创伤的兄弟姐妹们，求主你依照
在他们苦难之中，让他们知道靠主耶稣，他们必得着平安，必得着医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学了咱吟圣诗438首，438首，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咱闭眼心来奉献。
现在吟上营400首，吟诗后，咱请蔡长老来祝祷。虽然没有平安，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们跟上帝相合，你们会得到永远的平安。求主你特别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苦难中，在生病中得着你完全的医治跟帮助。我最后所祈祷问题，特别上帝听从圣心的相通，甲你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说阿门。谢谢。来，咱报告吼。后最近有担任事工的，请咱家己来看，准备心吼。红个报告咱嘛家己来看，然后出入向会计，还是出力来经营。啊，消息报告吼，今仔日礼拜后有小组的分享吼，是提多书3章90到15节，啊，甲以斯拉第1章甲第6章啦，吼。啊，下晡咱2点半要伫校长老的府上要来举行家庭礼拜，伊是诚义路140巷29号6楼。咱若有要驶车去，遐嘛有地停啦吼。啊，若无要驶车去，坐612会当坐到伊遐啦吼。伊遐是明山宫地站遐啦吼。啊，过来咱若要抄迄个充满我的圣经的，请甲民理报名吼。咱交100块，啊，剩的由教会来补助吼。啊，咱希望讲较侪人会当来参加啦吼，来抄写迄个圣经，也是田中健尔啦吼，田中健，超过3年会一轮，你要读1摆啦。啊，所以咱若教会到即马吼，你若拢有咧写的，上无超，我看3摆到4摆以上啊。啊，咱顶个阁有抄圣经嘛吼，所以斗起来你上无读过5-6摆有啊啦，吼，有读过超过5-6摆。啊，其实读圣经其实是最好的，哦，最好的一个。咱的迄个心神的粮食啦，非常重要吼。后来后主日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吼，咱请泽部来，有要分享？无吼，无我来分享啦吼，意思啊，我稍微讲一下。意思啦，上主要是咧讲即个重建圣殿啦，重建圣殿。因咱知影吼，咱迄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总共有3次嘛，总共3次。第一次是但以理被掳，但以理就是讲王宫内底的人啦，贵族掠去。第2次被掳的，是以西结被掳。这一次被掳的就不是王公贵族，连一些较勇的啦，较勇壮的。啊，比较精工的啦，就把他抓去当什么？当奴隶。所以以西结也被抓去当奴隶。我们上一次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就在平民之中宣布神说要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啊，后来呢，在第3次的时候就被灭亡了，因为耶利米宣告说你们要跟巴比伦投降了，结果把耶利米抓到埃及去哈，然后把那个巴比伦所设立的那个犹大省的省长啊，基大利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整个那个巴比伦就把以色列这个国家把它灭亡。这一次灭亡非常彻底，只剩下那些残障不能工作的留
留在犹太地而已，其他全部都抓去贩卖成为奴隶。耶利米讲说70年以后会归回了。真的到古列王啊，古列王我们知道圣经写古列王啊，一般的教科书好像是基鲁士或者说塞鲁士，基鲁士这一个就把他放回来，元年的时候就放他们回来。他们查考圣经跟历史的记载因为古列王他的历史他的记载是留着嘛，所以确实是同一点的。圣经记载的跟古列他们那个巴比伦王宫里面所记载的是同一点放回来。放回来以后，那个回来以后就开始那个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建圣殿。圣殿在建的时候，当然有人就反对了。有人反对，有停一段时间，又再建，把它建好。后来呢，就以斯拉带他们回来。以斯拉带他们回来的时候，圣殿把它建好，然后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律法重新再讲一次。以斯拉是祭司的后代啦，以斯拉祭司的后代，所以他们讲说，那个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还有尼希米，好像都是他写的啦，都是以斯拉写的。后来以斯拉以后又谁又回来？尼希米又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刚好是按照神应许跟耶利米所讲的，70年以后会回到那个耶路撒冷，重新把那个圣殿建好。那个以斯拉记总共1到6章是所罗巴伯带回来的时候描述这一些事情，还有点显说总共多少人回来了。其实回来多少人没有很多啦，只有4万人回来。后来以斯拉带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一次更少，这一次都是只有祭司跟利未人回来。这个只有几千人而已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后来他们那个犹太人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因为赚大钱，没有人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了，大家要赚钱了。本来犹太民族是什么？是以畜牧为业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到埃及的时候，法老王讲什么？他不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一个卑贱的民族了，专门是游牧民族。后来这一次以后呢，这一次被掳以后，他们变成什么？变成专门在经商的民族。所以后来犹太人就赚了非常多的钱了，就是因为这一次被掳了。有人研究的结果说这一次被掳。我们知道，我们读那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他们怎么样建那个圣殿有多少人在那边反抗他们，不愿意他们，因为他们被掳以后那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抓来的有哪些人呢？就那个巴比伦把其他国家的人带过来，有巴比伦人他们来当那一些管理人嘛。还有什么？还有从其他的以东也把他带一些来了，还有叙利亚那一边也带一些来了。反正被巴比伦灭亡的那一些，他都把他带一些来，带到犹大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那一些人当然反对他们建那个圣殿了。我们知道后来那马拉基书有讲，他们圣殿就建起来也不是很大，小小的。所以马拉基书说怎么样？说你们家里都有天花板的那个房子了，但是圣殿都还没有盖好，都还小小的，所以应该去上山取材来建造圣殿。这个是到马拉基书里面特别讲的。以斯拉里面就讲这一些了。我们读1到6章的时候，就在讲说他带回来，在点数人数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哪一个支派多少人，都写得很清楚了。还有一些什么查不出来，那个利未人带回来的时候查不出来他是以色列人的，他说他是以色列人，但是查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他不能当祭司了，只能帮忙帮忙说管理这一些啦，说开那个圣殿的门或者说打扫这些工作，不能当祭司，因为你的名字没有在那个家族谱里面了。这个都有写得很清楚。后来到最后有写到什么？写到讲说他们有一些娶了那个外族的人，娶了外族的人，其实有一些祭司的，有一些利未人，还有一些平民百姓，其实不多了，加起来只有好像100多人，200人左右而已，其他都没有了他有讲到这些了。我们可以读以斯拉记的时候读一读，我们就知道那个神的恩典确实就像今天蔡长老所讲的，虽然在苦难中仍然有神的引导，
所以我们知道诗篇121篇的时候说，人台语讲的人甲阮讲，阮要回去耶路撒冷了吼，要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阮的心欢喜啊。所以到最后有2句啊，说那个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了，带着禾捆出去，带着禾捆回来了，那流泪撒种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应许了，谢谢。最后，咱请迄个诗班来唱迄个祝福的歌吼。咱行平安礼吼，行平安礼。